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赛车行路若是无照交通规则，就会予警察开罚单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大家上惊的罚单。这里单里读倒碗单第一条，读单这是读鼻音，单就是高一个，唔是双的。像讲一抓，咱讲单抓，若是一个人会感觉较孤单。古早台语字典就有记录“单身”这个词，另外毛一个音读做“单身”这两款读法，意思解释就是独身啊。另外单嘛会当讲是记录代志的纸，或者是凭证表格，像讲违规予警察开罚单，若医生开的是药单，记录人名就有名单。古早买车票讲是铁单，嘛有人讲是车单。另外记小的纸，咱讲是小单。若是去餐厅点菜，咱就爱看菜单，一烟布或者是衫，咱嘛讲单，像讲配单。若这里文音读做单，像讲单独，咱就读做文音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单抓，意思就是敢若一抓，唔是出发，就是倒转来。第二个词读做单行道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敢若会当一个方向出，或者是入的车路。为资料看起来，咱台湾的车路单行道的历史车牌无讲真久。一般咱民间老一辈也是惯习讲单行道，所以一寡民间字典嘛是有收这个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条路改做单行道了后，敢若剩公车，唔是单抓，同款依次原来往回南北二路的路线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单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鼻音读做单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